平后日要叫我食饭，阿华呢后日才要教我约食饭。请问一下吼，安尼哦，我的性格想食饭呢？是阿明、阿华，还是无一定？阿明、阿华，后日，阿明、阿华，后日，后日。哎，乱去啊啦！乱去啊！阿华，阿华，你确定阿华？快点！阿华，伊的答案是阿华对唔对？哇！来，洪小心，甲你讲一下。其实答案吼是无一定的哦，因为吼后日是明仔，后日呢是未来，唔知影倒一天，所以吼要甲上食饭吼，其实吼有可能是足久以后，嘛有可能是明仔，所以吼答案是无一定，安尼知影无？啊，咱后日才搁约啦，就是另工较搁讲，这个意思。后日，后日就是后工，后日就是另工。